咁阿坤啊，點解當年你會買呢一部車嘅咧？咁喺當年日本車設計1000cc V2 引擎咧，真係選擇唔多啊！即係可能年少好勝啊！啲人話呢台車好難揸㗎，或者好牛啊、好重啊，係啊，咁我又偏唔信邪，係啦，咁我就買嚟試下啦。揸呢個車出去咧，啲人識唔識呢個車？其實好多時啲人問，Honda 喎係咪 CBR 啊咁樣？咁我同佢講，我唔係啊，呢架係 VTR 啊。講到依家 Honda 嘅 Super Bike 咧，就係 CBR 1000 3個 R 啦。咁25年前 Honda 嘅 Super Bike 又係咩咧？就係我眼前呢部 VTR 1000。咁有啲人會叫做 SP1 嘅車主咧，就係我身邊呢位阿坤啦。佢係 KC Motor 嘅老闆。阿坤咧亦都係台灣 Eon 香港嘅代理。嗱，我自己係記得啦，2001年啊，見到羅斯就拍住艾華士咧，就揸住呢架 SP1 嘅廠車啊，就拎咗日本百內冠軍之後啊，我自己發夢啊，都好想試下呢架試反版嘅 SP1，但係估唔到25年之後嘅今日啊，就終於試得到啦。而呢部車係咪真係咁難揸咧？我屌加死貨啫嘛！咁由於 SP1 啊係25年前嘅科技啊，響各方面嘅性能咧，其實都已經係落後晒。不過玩呢啲經典車嘅騎士啊，其實性能都唔係咁重要，主要都係玩情懷。等陣咧，我同大家講下我嘅試駕體驗。呢架都係香港行貨嚟嘅，因為香港代理當年啊年稅咧就係定價112000蚊，同期推出嘅 Honda CBR 929RR 賣95900， Yamaha R1 咧就賣98000，Suzuki 嘅 GSX-R 750咧就賣92000。即係初出嗰陣時咧，即係直説新車咧負擔唔到，同埋就啱啱出嚟學師啊。咁呢車過咗幾年後啦，機緣巧合之際咧，經朋友介紹有呢部車放出嚟，當然就即係唔使諗啦。我自己 keep 咗呢部車差唔多成20年，當初由二手接手買翻嚟，即係添置咗啲改裝飾件啊，咁樣去粉飾佢啊。佢其實都係濕色，只不過啊，佢個視窗睇到佢裏邊嗰個勾繩喺度轉。咁但係呢個透明蓋嚟講，都係其實實體成件就冇嘅，呢個都係即係原裝去改嘅。原裝嘅極力子蓋咧就係用咗又輕又昂貴嘅鎂合金製造，所以阿坤咧就收埋咗。佢獨有之處就係即係兩邊都係有一個水箱，之餘咧中間呢個位置，咁佢都有個油冷排嘅。幾乎所有車嗰個引擎散熱水箱同埋油冷箱啊，都係放響引擎同埋前轆之間嗰個位置。但係 SP1 個設計師咧，就係利用翻 V2 引擎啊，纖巧嗰個空間啊，就係將散熱水箱咧就移到去車身兩側個位置，令到架車就唔使咁長。呢個設計啊，亦都係 SP1 一大特色。以前嗰啲公升級 V2 引擎最出名啊，就係啲熱力咧就可以蒸熟閣下嘅細佬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就專登等到冬天啊先去拍攝，所以當日咧就冇受到引擎熱力嘅影響。雖然嗰陣啲跑車啊進化到液晶屏幕，配傳統圓形指針式轉數錶，但係 SP1 咧就已經進化到全液晶賽車化屏幕，當時係相當之架勢啊！佢都係特別在真係你見呢個入風位喺中間啦，同埋嗰盞燈咧就好似一個黃蜂眼咁啊！同埋另外澎湃好沉實嘅死喉聲咧，都係佢 V2 引擎獨有嘅。我幾鍾情於呢兩樣嘢。原裝咧佢都係兩條孖喉嘅。呢個牌子咧，佢日本廠做死喉嘅咧，佢就將條死喉再延伸去後邊尾嗰度，顯得好有霸氣感啊！兩條死喉。保養方面，呢車其實難唔難保養咧？個人會中意 keep 四衝程原因就因為比較簡單化，同埋佢呢架車係行電噴嘅 free injection， 咁就唔需要話咁多繁複嘅保養，好少揸都好，定期會可能拎出嚟再着下佢啊，行下佢啊，咁就都冇乜特別大問題出現咯。阿坤部車咧就換咗一套寫住第二代 SP2 嘅後備包圍，實際咧就係 SP1。途中啊，右邊嗰部紅色咧就係原裝包圍，阿坤咧就收埋咗。去到2000年 ，CBR 都已經出到第4代嘅 CBR 929RR， 但係點解 Honda 仲要出部 SP1 呢？目的就係用嚟參加 WSBK 世界賽，參賽資格咧就係廠方要生產最少500部啊，試反版出售。咁2003年之前嘅舊賽例咧，
用4氣缸引擎嘅車啊，就唔可以超過750cc。用2氣缸引擎嘅車咧就可以去到1000cc。杜卡迪嗰陣時嗰啲916啊、996啊、998咧，全部都係用接近1000cc 嘅 V2 引擎。咁日本廠咧就鍾情 750cc 4缸引擎。雖然杜卡迪啲車咧就少咗2個氣缸，但係多咗200幾 cc 排氣量咧，咁啊真係着數啲嘅。咁加上啲車手有勁啦，所以紅霸咗當年嘅 WSBK。雖然康達當年嗰部 RC45咧，亦都拎咗97年嘅 WSBK 世界冠軍，但係 750cc V4 引擎咧，始終都係受到排氣量限制啊，咁進步空間有限啊，所以康達咧都係放棄咗用咗20年嘅 V4 引擎，然後咧就針對杜卡迪嘅 V2 引擎。製造呢部用1000cc V2 引擎嘅 SP1， 聽起嚟康達就好似抄杜卡迪，其實除咗 V2 引擎就係用相同嘅90度角夾角之外所有設計都係南轅北轍。例如杜卡迪不嬲都係用鋼管車架，咁 SP1 咧就係用咗日本車廠最擅長嘅鋁合金車架。睇翻康達啲訪問啦，佢哋自己都冇諗過2000年咧第一年用 SP1 鬥 WSBK 響美國車手艾華士拆旗之後居然擊敗咗杜卡迪拎咗世界冠軍。康達雖然響2001年咧就落敗咗，但隨即咧就響2002年咧就推出咗第2代 SP2， 亦都拎埋冠軍。所以 SP1 同埋 SP2 就素有杜卡迪殺手嘅稱號。不過隨住康達咧就要集中資源參加 MotoGP 所以響2003年咧就離開咗 WSBK， 為短命嘅 SP1 同埋 SP2 咧就畫上咗完美嘅句號。咁喺20年前，你如果11萬買部日本車嚟講咧，係好奢侈嘅啦。同樣係日本車，點解 SP1 特別貴？咁係因為咧佢嘅製造成本好高，本身生產數量就唔多，同埋呢部車咧就係由康達最重要嘅賽車部 HRC 生產，所以引擎外殼都有 HRC logo。引擎咧亦都係跟隨 RC45咧用齒輪傳動特輪軸。圖片中呢組齒輪咧，即係 Camera， 就係將曲軸同埋特輪軸咧連成正時傳動。依家引擎多數用正時鏈條或者係正時皮帶，但係 Camera 加工成本咧係比起鏈同埋皮帶咧係貴好多嘅。咁但係勝在咧精密耐用，咁高轉咧就唔會出現跳彈，所以高轉馬力輸出就穩定好多。對於出戰世界賽嘅車手咧，爭取1分1秒真係非常之重要。但係響街揸咧，其實個馬力唔會有太大分別嘅。不過咧就勝在引擎咧會發出一啲 VV 聲。聽唔聽到啊？以前交通警用過嘅康達 VFR88 V4 引擎咧，亦都係用 Camera， 亦都係有呢種咁嘅聲嘅。雖然 SP1 比同期嘅日本車貴，但係原裝車咧就只係有136匹，啲力咧就撳得好死。比起同廠嘅 CBR 929RR 同埋 Yamaha R1 咧，數字上咧就少咗大約係15匹。HRC 為咗方便大家用 SP1 去比賽咧，所以推出咗 Basic Racer 基本版，馬力就冇變嘅，連少量賽車部件咧，當年大約係港幣11萬。另一部 Complete Racer 咧係一部全改嘅 Works 級廠車，咁換晒賽車補品，馬力就由136匹提升到170匹，重量咧就由原裝車196公斤嘅鋼重偷輕到咧就只有170公斤。但係當年就盛惠80萬港幣咁基本上咧就係賣俾車隊愛嚟鬥世界賽。This is the race version, and it costs in the region of £200,000. 影片中呢架真係用嚟鬥 WSBK 嘅廠車，2000年嘅製造成本咧就要20萬英鎊，咁當年應該就係超過200萬港幣。講下我當日揸 SP1 嘅體驗係咪真係咁難揸呢？呢啲舊款車又唔似而家新款咁樣咧，咁線性好多時都係個人去就翻部車咯。我自己咧就好享受啦，由最初經常死火去到後面咧，基本上咧可以駕馭到呢架車嗰個過程。嗰日咧就用咗比較長嘅時間咧學習吊極力子，你可以睇一睇啦，控制得唔好一嘢彈出嗰道力咧係非常之勁嘅，咁令到我嗰日咧最初咧就每次單位起步嗰陣就真係唔係講笑㗎，係有啲怯怯地嘅，咁同埋仲未摸熟極力子個摩擦點
家死火啫嘛。嗱，你睇下又死火，咁呢次燈位起步死火咧係非常之理氣，所以每次起步咧左右手咧就好似超級慢動作咁樣，鬆開極力子俾油起步，就避免死火。平時揸車啊，真係好少死火。今日咧就要重新學習點樣去吊極力子，因為大部分嘅車起步嗰陣啊，慢慢鬆開極力子咧，揾到摩擦點啊，架車就會慢慢向前行嘅。咁俾少少油之後咧，就可以輔助你咧好順暢咁樣起到步。但係 SP1 個極力子同埋慢速之所以比較難控制啊，同舊款杜卡迪916、996一樣，引擎嘅先天設計咧根本上就係專為賽道而做。重點咧就放咗喺中高轉換氣嘅效率同埋馬力輸出，就係完全係唔需要理會啊街道低轉好唔好揸。我用 SP1 個規格咧就計算過咧，佢嘅氣門重疊啊超過40度大角度啊，所以怠速同埋低轉啊，引擎咧就好似哮喘咁樣，呼吸困難。慢速控制咧就比一般街車困難。不過你有冇發現有陣時低轉你一擠油落嚟，你聽咁啊？跳馬仔咁樣啊嘛，係啦，跳馬仔啊，但係你要吊得好好咯要。我哋都有一篇文章介紹過咩叫做氣門重疊，條 link 就喺下面。嗱，就算 SP1 啊用咗當時被視為高科技嘅電子燃油噴注供油啊，但係當年嘅供油程式同埋點火程式咧就唔夠精準同埋細緻。咁就算你吊住極力子啊揾到摩擦點啊，引擎嘅低轉扭力咧係冇咁容易托得喐部車。俾太少油咧，又未必順利起到步。但係極力子鬆得太快咧，就會特別容易死火。咁相反咧，俾得油太多啊，咁就一嘢會向前衝，容錯率咧就比一般嘅街車低好多。好似塞車咧，又或者係慢車嗰陣啊，一般日本街車啊，未必需要點樣控制個油門啊，淨係靠半極力子啊，都可以慢慢推喐部車。但係 SP1 咧，單靠半極力子啊，部車未必會慢慢爬行。咁你要配合油門啦，就去撐住個低轉嘅。咁同時要用極力子啊去修正個速度。一配合得唔好咧，就會覺得好挫。所以經驗唔係咁多嘅騎士咧，揸起嚟會覺得好吃力。當然啦，用依家嘅科技咧係可以大幅改善呢個性格嘅。以前杜卡迪嗰啲 V2 引擎啊出名難揸，但係新款杜卡迪 V2 引擎啊標榜用咗11度之後咧，就可以大幅縮減氣門重疊時間。再用埋先進嘅電子科技之後咧，例如新款嘅 Monster， 相信揸過嘅人咧都會認同呢部車嘅極力子啊係好容易吊。V2 引擎咧亦都係好容易控制。相比大部分嘅車嗰個極力子啊，包括當日嗰部第一代 R1 啊 ，SP1 啊的而且確咧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去學習。其實都只係熟能生巧。不過啊，當你一旦掌握到咧，我咁寫包單啊，日後揸任何車吊極力子啊，你都會覺得係好容易。呢啲經典大排量 V2 引擎嗰個震盪咧，比起用直四引擎嗰啲跑車咧，咁包括埋當日嗰架 R1 啦，車身震盪咧就明顯好多嘅，聽聲你都感覺得到。所以好多玩開直四跑車嘅騎士咧，都會覺得啊 V2 引擎咧就唔夠暢順。但係其實咧呢啲就係 V2 引擎嘅特色，因為佢啲力係好直接嘅，可能一開車一起步，你一放極力子，佢啲力就會衝出嚟，會好澎湃。V2 引擎咧普遍都係追求大扭力，而 SP1 嘅紅區咧都只係得大約1萬轉，冇一般嘅直四引擎咧咁高轉嘅。但係扭力嚟得就好快，就唔使等嘅。你一扭油門咧，啲力啊就噓聲咁樣咧就撲出嚟嘅，嗰啲力咧就比較牛。好處咧就係起步同埋咧一出彎啊，可以飆得係好快㗎。咁對於我哋呢比較中意大扭力嘅人嚟講咧，其實係真係覺得好爽嘅。咁就算用到3波慢慢油下車好啦，咁你一側落個油門咧，嗰股扭力啊加速咧都仲係好癲下。咁呢部車嘅極速咧，真係可以去到時速260公里嘅極速，喺街啊根本係冇可能用得盡。佢始終只有136匹馬力，對比依家嗰啲動輒200匹嘅跑車咧，鬥快嘅話，其實係好輕易將 SP1 拉開。仲有咧就係 SP1 個油門控制咧，比依家嘅車咧要更加小心，因為依家大部分嘅車咧都有循跡系統，好似畫面啦，我揸住嗰架 Aprilia RS660，雖然只有100匹馬力啊，但係我可以咧好快啊扭進個油門出彎。大家睇下循跡系統盞燈啦，係咁閃㗎，根本咧就係個系統幫我控制住啲馬力，令到條胎咧就冇咁容易打橫。對於我呢啲比較中意嘆彎嘅騎士嚟講咧，就安全好多。但係由於 SP1 啊係20年前嘅科技啊，
連 ABS 都冇。咁因為佢個扭力啊係實在太勁啊，咁又冇循跡系統，全靠咧你自己隻手控制馬力。特別係出彎加速嗰陣啊，油門控制啊要更加細緻同埋線性，否則就好容易跣胎。加上呢啲賽車 V2 引擎咧 ，engine brake 啊係特別強。如果係揸慢車咧問題不大，但係揸快車嘅話，由高波咧拖到落去3、2、1呢啲比較低嘅波段咧，萬一轉數同埋檔位唔啱啊，敷又敷得唔好，又或者係唔識敷，極力子啊又鬆得太快啊，架車咧就會俾啲 engine brake 啊拖到搖下搖下，有可能連彎都入唔到。再睇翻呢架 RS660，我淨係縮有喇逼力，然後踩波棍啊就由4波啊拖到落去2波，極力子都唔使練，佢自己仲敷埋油，呢個就係自動敷油嘅畫面。留翻適當嘅 engine brake 啊，幫你減速，令你啊好順暢咁入到彎。換轉係揸 SP1 啊，就要操好耐車啊，你先可以揸到咁順。所以好多人都話新車容易揸咧，係因為電腦啊幫你做晒好多重要嘅拖波動作。咁想當年嘅車咧夠大部啊，雖然係重，但係咧降水啊同埋車架設計咧係好紮實嘅。未玩過以前跑車嘅人咧，就要適應一下佢嘅重量。缸重啊都已經196公斤，濕重咧我估去到202公斤。咁比起依家新款嘅1000咧，普遍都重咗大約係20幾公斤嘅。哇！架車咁重咧，喺以前嘅年代嚟講咧就係好正常，但用今日角度嚟睇啊，轉彎嗰陣啊，手腳啊就真係要用多好多力啊，壓架車先轉到彎。相對依家嘅車嚟講啊，真係幾笨重。但係勝在啊，佢只有813mm 嘅超低座高，咁加上 V2 引擎，就令到我車身啊比起直四跑車咧就更加纖巧。我身高咧就係5尺5寸高啦，坐咗上去咧，雙腳咧就幾乎落晒地。響街揸住咁重嘅車咧，萬一窄路掉頭啦，都冇咁大壓力。不過佢個軚把又真係低得係好緊要嘅，非常之趴。阿坤咧亦都係換咗個超高嘅賽車腳踏。咁因為我自己平時比較少揸跑車啊，咁嗰日揸完之後咧，翻到屋企咧背脊啊真係幾酸痛啊。咁因為 SP1 咧就真係一架可以出到牌嘅賽車，響街揸嚟講咧係冇舒適可言。由於今次嘅專題比較長，希望大家中意。如果大家發現有啲咩錯漏咧，希望大家可以作出指正。